我做平淡女子，從沒有男士，自問仍沒法獨處。相戀是極容易，相處是極難事，但係一生遠便會輸。到底真心相戀，仍願意，仍願先不理會這個世界，或你風或我知，不要去問。妹妹是怎樣開始？也許多這麼想，男共女同下注，到最後兩個世界，或隔開或靠依戀愛故事，到最後怎樣終止？現在也許太在意。若熱情沒法留住，亦但願着愛心一次。在夢，但有時夢別做字，然而別制止，遇着緣分不容易，但願萬和諧共處。